迎倒转来！哇！你敢有发现一件代志？厝内人愈多的时阵，代志颠倒愈歹做。哎呦，好，你这讲了有影。嘿啊。譬如讲，规家伙仔要去倒位佚佗，还是讲暗顿要食倒一间餐厅，哦，厝内有几个人就有几个意见。对，毋过若是讲到要赢奖品、摕奖金，马上规家伙仔一条心。无唔对，所以规家伙仔唔是看谁上厉害，是看这个家庭敢会当和谐。就亲像阮的节目，就是要挑战规家伙仔一条心，上好是甲阮的幸福咧，拢总刚刚转去。那是幸福咧，佮有1000块的红包，希望现场所有观众朋友全部拢会当摕转去，好无？好，随来欢迎头一组冰冰冰冰队。欢迎！哇，冰冰冰冰！再来欢迎吴世力。哇，真特别哦！哎，过水。最后一组欢迎，希望第一名。第一名！马上来进行今日的比赛。欢迎冰冰冰冰队。大家好，我是罗美玲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勇。哎呦，真可水啊！我今年6岁，读幼稚园大班。哎呀，这标准的幼稚园大班。对啊，大家好，我是江继勇，我今年10岁，读小学4年。我上爱踢脚球甲走标。大家好，我是汉超西，对着运动的脚用、手用、身体用啦。想到我这队名，伊知影咱逐工起床就是冰冰冰冰，伊拢是查甫的，就像我一个查甫的，我真有正，够辛苦的。你敢知影？眼界界哦，无啥物人会当超过我，因为我生4个嘛。也毋过我非常尊重你，因为我4个内面有3个拢是查某的，只有1个查甫的。我听到你生3个查甫的时阵，我就感觉哦，真正足厉害。我是厝内唯一的公主，也毋过完全无法度做一个公主啊。不要紧大汉啊，我就轻松啊。对啊，因为咱3个拢查甫的啦，嘿10岁，啊，搁来6岁，啊，搁一个2岁。 2岁应该是上冰冰冰冰的迄个。冰冰冰冰啊！对啊，啊，伊看到物件拢会真，啊，拢会八悬八低，啊，所以拢爱直直看的。啊，我大概对恁2个人的印象就是食第一乱嘛。系啊，我甲阮阿嘛是啊。对啊，啊，你嘛是食第一轮的，啊，其实迄当阵其实咱是计划啦，本来就有计划，所以啊，迄当阵计划讲要拼一间厝，你知嘛？足想要买厝的啊，足想要有一个所在通好困的。是。对，迄当阵啊，我啥物工课拢接，健身教练嘛，即摆搁咧做即摆啦。嘛是啊。舞蹈的老师啊，嘿。舞蹈老师我啥物拢教，我你讲哦，人迄结婚的我嘛教。 对哇，啊人迄出山我嘛教。朋友甲另外讲哦，阮阿公哦，较早足爱看迄 K-pop 的啊。K-pop。嘿，我阿公拢足爱。对啊，啊所以伊要出门的时阵讲，快使找一阵哦跳 K-pop 的看。哎，偌趣味咧，迄当初啊。你跳啥？7个查某囡仔哦，在咧啊，镜头啊，害一个，哎拍。7个你跳的时头前够一个了，哦，这真是难忘的经验嘛。对。啊，哥哥甲弟弟，爸爸平常时敢会逼恁做运动？袂啦，袂啊，袂。阮大汉的无，自细伊就足爱家己足爱运动就爱啊。运动，伊拄则有讲嘛，走标、踢骹球，对吧？对。哦，啊，搁别项吧？是这。哦，无时间啊，试看觅，好，试看觅，好，滑下去了，滑下去。哦，开始。哎呦，啊，先观察一下，哎呦，你看伊手势，哦，哇，哇，哎，你拄则，哇，你讲到阿姨拢袂晓讲话啊。哇，真厉害，高标呢，手紧啊！哇，真厉害呢，然后呢，弟弟呢？乌克丽丽。好，来滑下去嘞，好，弟弟表演一下。Mary 饲一只羊仔囝。Mary 饲一只羊仔囝，羊仔囝，羊仔囝。啊，Mary 饲一只
食羊仔囝，啊生甲足古锥。不管 Mary 要去倒位，去倒位，去倒位。不管 Mary 去倒位，以后要做一起。Terry 为着要饲囡仔，做足侪无共款的工课。你嘛有一个身份是台语台主持人，对吧？哎呀，感谢。来介绍一下你的节目。是咱的节目的公司第一台叫做幸福好厝边，我是内底的这个健身教练，来带大家做运动。哇，真厉害！我必须来讲，我实在郑凯兄是足久的时间，我唔知影伊台语讲到遐尼好。系啊，讲我足认真诶。嘛是爱直直练习，因为咱健身的足侪新事啦。我安尼我来考试好啊？你要考试考阮哦？考恁两个。我先来。啊，还有观众朋友啊，伏地挺身的台语要安怎讲呢？萨头卡。唔对。观众朋友，恁敢有想法？你讲观众朋友，无人知。好，你讲。伏地挺身叫做拍地替身。拍地替身。哦，拍地替身，就是放落啊，甲提起来。哦，替身。对，啊好，啊来讲。啊，个最好耍的，啊个有咧，啊个仰卧起坐会晓袂？仰卧起坐。起来，坐落去，坐起来，搁背起来，倒来搁背起来，倒来搁背起来。迄嘛是甲老师咧研究，讲互一个名词，叫做提倒坐起。提倒坐起，真厉害呢！赞！好，那呢，恁规家伙啊，想要爱这幸福咧，到底是啥？电动游戏机，即摆游戏机真厉害，对无？搁会当做运动，对。哇，现在想要爱这？厝内底有一台。对啊，一台迄控制器，敢若两支尔。对。因为咱即摆囡仔较济。爱电。哦。啊，有当时细汉的嘛，手来说。啊，若失败吼，就家去买两个控制器。不是，家己开机买。你啥来讲人失败？来，马上来进行飞机挂梯顶，让飞轮机飞出去，挂伫咧三架10台飞轮机挂5台，就成功过关啊！两届机会哦。两届机会，啥要来挑战？我家己感觉讲，因为我粗骹动手，你知道？哎呦，可能较机卡的物件我做袂了来遮准。这不是靠力量。对。所以是美玲姐也甲上要来挑战。甲阮囝好啊。哎呦，啊，咱做伙来看恁练习的过程。想袂到，咱四个人会行到这步。注意哦，你，讲你。写毋知写袂晓，拄着我你就莫哭。切人中哦。这届是哦，关系到阮做爸母的面子。飞机，敢有可能就安尼飞伫咱面头前呢？啊，无咱趁这个时间来练习一下。你袂记啊嘛？飞机挂天顶啊！对啊，你当做这吼，就是敢若咧爬山的迄个杆啊。啊，咱飞机爱安尼，弹起安尼看啊，挂起了哦。哦，敢若会当。啊，挂起才有成功哦。嘿。哇，手力无够。手力无够。伊讲我咧手力无够。系啊。明明是风的问题。风的问题，因为风位迄边吹过啊。我来啦啊！啊，你来。看清楚啊！看清楚。哎呦，是毋是风的问题？风真透，风真透，莫吹啦！啊，手漏掉啊，手漏掉。这是什么问题咧？啊，手漏掉，手漏掉啊！搁讲完你，搁讲完你。风的问题，我，手酸。手力过头，啊风的问题，啊怎么变啦？我找到一个不哩啊赞的所在，就是这边完全无风。哦，来，好好练习。哦，看好准哦。看好准哦。飞机挂天顶，唔是挂伫树仔顶呢。你哪挂伫树仔顶？弟弟，看
换你啊，好不好？哦，加油，较大力嘞！到来咯，等下用，等去哦。等下用哦。好，一、2、3，认真。好啊。一个挂在树顶，一个还未到杆仔落来嘞。我无啊你。你来。你唔是讲无风吗？有过来咯。我一摆啊。你就爱较爱我较济哦。来看。啊，咱就来阿嬷厝的，你早咧飞轮机要创啥？阿爸，你看，这唔当练习啊。会当练习？你看，会当练习无？是吗？雨伞无要紧啊，摕起来了。阿嬷应该袂发现啦。紧练，趁时间，趁时间。3，咱再等一下。7只，王妈妈你来，王妈妈来。到才4只，上尾1本，对，上尾。加油！哪是？敢有力气咧？用个冰，你是咧创啥物？无代志，来。阿嬷生气，是安怎要扛起阿嬷你老是在练习。哦，阿嬷冰咧创啥？为着这练习，我去买一个迄个涂骹梳啊，有无？因为啊无落咧，徛，徛到楼骹拿起来甲咱弄问呢，讲，你是咧等啥物物件？因厝边还袂关系。无啦，因厝边嘅关系，啊，毋过阿嬷因兜嘅厝边无关系啊。啊，毋过因看起来是练甲足认真。足认真呢。爱加油，好无？好，爱有信心，冰队，请就位。飞机挂天顶，请开始。加油，哥哥，来！一只来吼，无赶时间。哎，差1点嘛！哎呀，不要紧，成功啊！厉害！哎呀！哎呀！加油5台。啊！哥哥即马这边剩4台，一边成功1台，所以这边爱全部拢挂起来，才过关哦。飞起来，有机会，绝对有机会，莫放弃来。哎，运动加精神，成功啊！哎呀！放较轻松的，轻松。啊！心情已经乱起啊！加练一间。最后1台。哎呀！真可惜，无成功。不要紧啦，好太太一个鼓励，替伊加油一下。第3题出事了，都唔爱搁斟过啊！太久了啦，哎，2年嘞，时间有限，哦，无啊，加油！哇，你就行出去啊！哇，你看，水都有力量啊！飞机挂天顶，第2届挑战，请开始。哎呦，有成哦！哎呦，哎，这两只这嘛是，哎，差1点嘛尔呢。啊，较悬一束，加油！开始，哦，足勇的，足惊！1台，原来美玲姐爱成派，对，嘿，才会厉害。哎呀！我还有都在贴金姐哈，有没有啊？够金姐！哎呦！杀到！哇，杀到！哎呀！哇！
甲哥哥拄则的情形是同款的，这4台拢爱成功哦。全部拢爱成功。哎，记到一个。徛遮乃遮紧张。嘿嘿，对对对。记到有差哦，加油！第3台，小厉害哇！去给我陪啊，去给我陪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开心！哦，足雄的，足雄的，足惊！一台！原来你恁姐爱成派，对，嘿，这会厉害。哎呀！我还有，都叫贴金姐哈，有没有啊？够金姐，够金姐，够金姐！哎呦！杀到！哇，杀到！哇，甲哥哥拄则的情形是同款的，这4台拢爱成功哦。全部拢爱成功。哎，记到一个。徛遮乃遮紧张。嘿嘿，对对对。记到有差哦，加油！第3台，小厉害哇！去给我陪啊，去给我陪啊！来，无代志，乖乖无代志哈。哎，最后一只，该完成哈。无啊对，精神。什么一个？哎呀，破声出来！哇，我已经真厉害啊！哎，真正真厉害呢，3台哦，金姐是不是有效？真正有差，我感觉笑嗨嗨。啊，不过拄则听 Terry 讲啊，第3个囡仔生出来以后，就真罕咧得金吗？因为阿某拢咧无闲囡仔的代志，真罕咧去想着家己，真罕咧想着对方。无唔对。互你一个机会，好好啊，甲太太讲一寡心内话。我嘛是爱先感谢阮妈妈，愿意帮我照顾3个孙啊。啊，过来就是因为我甲阮太太咱拢伫这度啦，拢算共度的，难免有当时啊时间拢会较无稳定。啊，有当时啊种晚顿的，我永远拢足感谢伊的，伊拢会帮我点一拍电火，啊，拢会煮好这个宵夜，啊，叫我讲转来，啊，会用个家己去摕来食，对。啊，过来是囡仔拢麻烦伊早时啊，拢帮阮照顾安尼，啊，足辛苦的。某啊，感谢你啊！啊，嘿，感谢你，我爱你。哇，大家做人哇，好，刷落来，哇，观众朋友摕红包的时间到，观众朋友有10台回零机，挂到1台成功，就摕到1000块红包。我算个3、1、2、3，来，继续姐姐，来欢迎。来，姐姐，请。来，你好。我互你电着啊。哎呦，你电着阮阿妈啦！哎呦，你们2个人，你敢知影姐跟我讲啥？哦，咱真正来电呢。大家好，我叫李炳丁。李小姐。对，我的工作就是拢做志工。你有爱心，所以我甲你有来电啊。再来一个。姐，
敢来一个？你听我讲一个，音幕伫遮。你底下来电一下，等下我等一下。你拄仔看因安尼算哦，真正有淡薄困难哦。我会惊，我会惊。惊这个游戏也是惊阮某啊。惊你某啦，惊你某，惊你某。哦，无代志啦，来，加油姐！谢谢。飞机挂梯顶，观众朋友挑战，抢起。哎，较悬的，较悬一挂。哎呦，有机会哦，有机会哦，挂一台就过关哦。一台就过关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已经5只，敢需要导演甲你亲切？什么亲切？对，我安尼啊，亲切真正是我多。我等一下，好不好？用目睭，你用目睭，你不是足够的。目睭等一下，目睭等一下。哎，咦？有灯无？哎呦，有灯啊无？我看到尴尬。好啦，加油啦！哎，奈何我电一个愈来愈低啊？电到手冻啊！啊，收悬收悬。哎，较悬一挂。哦，来，加油！豆豆来！真可惜哦，失败啊！马紧，来，我给你两句。哎呀！啊，再接过来哦。冰冰冰冰队有淡薄可惜啦。对啊。啊，不过美玲姐吼，最后迄段时间连续2台。有压力的时阵，迄气势真正有强起来。对，而且红阿婆盖过来，进2届，咱1届，告白1届。伊嘛甲你有姐啊共款，算是有趁到，算是有趁到啊，算是有趁到，有趁到就好。来，这回来欢迎第2组，欢迎老谢烈，来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姐姐郭比嘉，我是爸爸。叫做岳新培，我是一个台语老师。啊，祝福各位呢健康吃饱子，会牙关呀，佫会牙甜。你讲好无？我是弟弟，我叫做岳兴成。啊，你是安怎会这对名岳细烈？就是我咧教册的时阵吼，在高中的吼，歹教呢。有一天我咧教册吼，高1个啦。查某囡仔来阮哩班哦，用踢的啦，砰一个。哦，这摆我讲，来坐后壁的1号、5号、10号，给我出来！我惊一条啦。我厝遐讲哦，我老师呢，啊我咧教册呢，伊甲我讲哦，老师，这无你的代志，你遐徛较边仔的。哇！所以我拄着这个罗马，我得爱恶势力爱退出来啊。华语是恶势力啦，恶势力啦，对吧？啊，不过我这生真罕咧看到，对吧？你来甲大家教一下，这到底要安怎念嘛？歌啦，歌恶乐，来对我念一个歌恶乐，迄个鳄鱼吼，念科啦，科恶曲。科哦曲哦，所以我看恁查某囝的名真正是足趣味的。假如讲用英文，是毋就叫做 Omega？ 对，唔是 Omega 是希腊文，古力克，英文是 Oh my God。真趣味，啊你当初咧摕囡仔号名的时阵，是毋是想半补哈？阮的牧师甲我讲诶，简单明了，2形成。2形定的啦，就是吼桥倒摆吼会喷白那种啦，在顶头的吼，拢差不多病岁啦。好，刚才我听无。我想要问姐姐甲弟弟哦，恁这名，佮有这特别姓，对恁来讲，敢有啥物困扰，还是有啥物特别代志？在上课的时阵，每当翘课，真紧就互老师记起来啊。我想要问弟弟啊，你敢有练啥物其他的功夫吗？我以前是咧练招标的。招标的，嘿，练偌久？差不多8档。高中的时阵，我是400公尺甲200公尺拢冠军。哎呦，嘿，哦，啊400公尺，佮有破迄纪录，嘿，迄个纪录即马佫是我的。哇！
是安怎大学的时阵，无想要继续练啊？伤忝啊！伤忝哦。嘿，伤忝啊！即摆迄记录到即摆，拢是你的，迄代表讲你较早是足厉害的啊。无，我感觉伊足巧的。是安那？因为即马就算练甲搁较认真，应该嘛无法度拍破家己的记录啊。咱你快乐的一家人，因要来幸福咧，到底是啥咧？咱做伙来看。运动手表，哇！啥早要来这？你毋是已经退休啊？即摆是无咧练，但是我提醒家己该运动。敢有信心会当甲这个运动手表炸得起？哇！来，做伙加油一下！冲！用！加油！马上来进行猜拳，冠袂倒。阿鲁米管仔猜出处袂当车倒去，限时90秒时间猜3关就成功过关啊！有2届机会哦。啊，2届机会，怎样安排？第一帮啊，姐姐；第2帮呢啊，弟弟；第3帮呢，我缘投的本人。 2届机会拢是安尼，阮第1届就要学过啊啦，佮第2届啉2罐呢，迄摆啉袂落啊。对啊，哦，遐尼有信心。咱做伙来看。 2个细汉的，我今日真欢喜的啦。吼，我看你透早走马拉松呢，全马呢，42公里呢，哇，走到脚又紧呢，这用跳的跳上来呢，那无简单呢，所以吼，请你食饮料啦。咱有一个任务呢，公司代表予咱呢，叫做开罐袂倒，啊来甲菜花会开袂来。我倒呢，真我倒呢。 袂开。来，摕手机啊！我开安尼尔啦。啊，但是吼，咱要比赛的时阵吼，袂当开手机啊呢，所以爱练习啦。猜袂开。猜袂开，爱读册啦，爱研究啦。你看这335，啊这个336。 对啊，你啉伤少也会这边倒啊，伤济话也会这边倒啊，所以你差不多这个食。空的时阵会这边倒，空的时阵会这边，因为空的时阵这边较重。伤少的话也会这边，因为这底了较济，也会这边倒。来讲下吼，30，莫用啊。心平气和，家己哪来讲？ 心中袂跳。哎，40开好。有呢，开。我迄做用咧。打好用，阿拉说个，袂倒。100上好咯。做用乐趣用的哦。这个40到200，40到200，来，40到200。 这吼，你爱甲啉毛差不多200，哦200，剩差不多120遐啦，剩120。啊，变哪120？我试过啊，我试几啊罐尔，啉8喙，啊无就啉10喙。我啉互你看，表演互你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看好。先扑个声，先准备一下。哎，对，看一下。开玩笑，真的。 咱吼拢爱踩倒顶啦，你开过了，这个空喙吼，空喙爱向顶面啦，因为吼这空喙挤落了，这边较重啊，较重爱做下骹啦。哈！耶！来看一个，耶！无去啊，消费比无啊。哎，日本北海道。 在阮爸，伊伫人的停车场顶悬，用这菜馆仔袂倒，阮伫日本北海道，搁咧菜馆仔。翕啦，翕较水的啦。哎，风哦，有风哦。 有风，要倒。
哎呦喂啊，这么摇摆呢！爸爸，你会当互这个阿鲁米管啊徛伫咧水管顶面？你足认真的呢，你到这试迄个重量哦。对啊，因为这三罐哦，虽然拢密封起来，拢无开吼，但是你甲称落，三罐是无共的呢。安尼是要安怎？啊，你甲记录起啊，记录起。啊，你是不是连到即马用手摕就知影偌重啊？355，因为无帮啊，拄才我讲的啊。我都想你凊彩讲就好啊！我看你咧练习的时阵，迄徛伫咧水管顶面，这无遐尼简单的代志呢，因为迄是圆的呢。对啊，迄不是白的，无怪伊讲头一遍就过关，不是伤饱，是伤过有自信啦。恁拢遮尔有自信？有啊，恁连去日本拢咧练习哦。对啊。边仔人看到，敢有感觉足奇怪？阮迄团的，就看到阮爸爸去便利商店的买足侪罐的。嘿。便利商店外口，伊就开始一罐开，一罐啉，一罐啉，大家都讲。这爸爸是笑的吗？真正就认真的啦，真正就认真的，希望恁今日会当挑战成功，好不好？准备好未？好啦，好，5、4、6，请就位。菜罐灌袂倒，请开始。来哦，90秒时间。哦，啉足紧嘞！背水。其实有90秒免遐挂啦。这个变怪。来，我帮你切。对。下啦，甲汤嘞，甲扒面啊。我插一出先。你要生气？好，成功啊！莫卡着刀啊！够40秒。下啦，40秒。哦，你搁到现在，这我看你心内有淡薄仔惊哦，即马。哎呦！袂倒。30秒，哎呀！哦。够40秒。下啦，40秒。哦，你搁到现在，这我看你心内有淡薄仔惊哦，即马。哎呦！袂倒。30秒，哎呀！哦。公园够正来，50秒。真正是50秒啊！一届就成功，不是碰风的。那一届就成功，搁剩20秒就过关啦。真厉害呢！分享一下，恁得到这幸福的什么款心情啊？足欢喜的。足欢喜。嘿 ，SONG 啦，送啦！送来哇！观众朋友来摕红包咯！观众朋友一个人挑战30秒以内一罐成功，就摕到红包1、2、3。后边迄位姐姐来，哇，前面色水有够水的哦！欢迎，你好，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？我叫阿美阿嬷。阿美阿嬷，你是少年妈哦。你有几个孙？4个孙啊，来报仇。我阿孙有来参加。静静有来参加。对。家己无来。对，伊考登去啊，唔敢来。你登去考？嘿，你讲阿嬷，我1000块飞走了。所以你今日专工来吃。嘿，阿嬷心痛。阿嬷就叫你阿嬷来啊！对。看你等的有外高。准备好未？好。有信心？有。好，加油！菜罐灌袂倒，观众朋友挑战，请开始。30秒，紧嘞！大家来哦，我十条哦。几嘴啊？你唔好啉完嘞。无够，应该无够。我今日想过喙大。无够收档啊！卖紧张，加油！10秒。7、6，有机会哦！有机会！来，紧嘞！2、1，放手！真可惜，
经完啊？应该有够啊，应该有够啊。哦，会用啦。回去练习。对，你等于会当甲你孙讲，你有成功啊，只是无伫咧时间内。后盖佫有机会，带你孙，好你的后生也是查某囝，对做伙来做节目，好，真正毋是遐尼简单的。好，再过来哦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恁三个人哦，真正有够厉害的。赞，沙罗来欢迎第三组，欢迎希望第1名。哇，来，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母林玉琪。哎呦，真水耶！查某囝嘻嘻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爸林诗颖。诗颖，是安怎好这名叫做希望第1名？因为既然要参加比赛，就一定要摕第1名。哎呦，你这个名卡成查某囡仔啊，自细汉是毋是有互你带来什么困扰？这就是我自细汉到大汉拄着上艰苦的所在。常常敲电话去定位的时阵，林小姐吗？以前我拢会足生气，讲你听我声讲林小姐。不过因为问足侪届，我就讲对啊，林小姐。看到你就知影毋是小姐。是熟悉偌久开始约会？是想主动的。外口拢是讲我主动的啦。什么外口？哎呦，所以是妈妈主动的。你安怎讲就安怎。哎呦，这够做人的。爸爸，你的工课是？我是咧做加头毛的。所以妈妈甲查某囝的头毛拢是你设计？对。哎呦，是，爸爸拢帮你夹头毛。对啊。搁有咧？我的头毛是 QQ 的，我拢叫阿爸甲我用劲。用滴。哦，你用自然 Q。你个升级的呢？系啊。就方便哦，我知影，你就是因为伊要看到伊这点。要学设计师，你才决定要甲伊做伙对无？无啦。爸爸是头毛的设计师，你敢有拄着人客有啥物特别的代志？我的店拄开伫个妈祖庙的正对面。有一天有一个人客来，因为人客来无熟悉，我拢会问讲，你倒位来？倒位？伊就讲，拄则我去烧香拜拜的时阵，拄好甲妈祖讲，我想要用头毛，然后妈祖就甲我指示来你才用啊。安怎指示？敢有得到神杯？我讲可能伊越头的时阵看到一个光，拄好照我的店的。就是迄光。了，搁有来第2届，妈祖讲顶一届你教了袂歹。哎呦，嘛是真趣味呢。谢谢，会晓讲台语是恁平常是有咧甲伊讲台语啊？嘿，阿公阿妈有咧讲。拄开始学的时阵，敢有拄着啥物问题？伊较好笑的是拄读迄小学的时阵，咧学迄注音的拼音。是。嘿，伊就甲我讲车啊车。车啊车。嘿，妈妈，车是啥物车？是外口路顶的车吗？我甲伊讲，迄毋是啦，迄是台语的车，完全无共款咧。因为华语有这车嘛，讲车。哦，所以就伊当作是咧走的车。这个水的，即马知影袂？知影哈。恁平常时阿母教育囡仔，讲有啥物特别方法？若做毋着代志，就会甲伊扣钱。扣钱要行，就是爱做家来事行。若是无做毋着代志，就会使做家来事来欠钱。嘿，收费。要伊家己想要买物件。你感觉安尼有好无？好。所以你敢有常常咧做家来事？没有。你无做家来事时阵，爸爸妈妈是会互你钱？无。坚持。你即马未到迄个会所，需要讲炸钱去学校啦，恁拢有替传便便啊？毋过已经到迄个会所，想要去买家己想要买的物件啦。亲像阮的囡仔即马拄读小学嘛是共款啊。爸爸，你敢会当放一寡蓝山的伫我的热辣袋仔内面？假使讲我去安亲班的时阵，我会当到我的同学去买啥物糖啊？系啊，对啊。那呢？希望第1名，就代表恁就想要得到今日的幸福礼，对无？今日的幸福礼是啥？咱做伙来看。扫地溜头卡机器人。哇！来，谁最想要爱这个礼物？因为我甲妈妈
规工拢一直拉头毛。啊，拉到厝的规世界拢头毛，啊吼，妈妈唔敢买这台，伊就扣头毛，逐工伫遐扣。嘿，uncle 甲你讲吼，啊，假使讲今日赢，你以后就叫这扫地机器人去替你做家内事，啊，你就会当摕收费啊。哦，是安尼啊，是爱叫爸爸妈妈讲的去做哈。好，来，希望第一名做伙加油一下，好不好？绝对会赢！哦，绝对会赢！马上来进行10尾10乒乓。分10支管仔顶的乒乓，互乒乓拉入去头前的杯仔内底，就成功过关啦！限时1分钟，有2届机会哦。哎呦，2届的机会，谁要来挑战？哈，是希要来挑战哦。哎呦，2届拢是你，不是，一届你，另外一届是妈妈。哎呦，爸爸你是做啥物任务？爸爸是因的靠山。你安尼讲嘛是有理啦。啊，你练习啊，敢有练到足认真诶？阮昨仔为家人落来。哦，你昨就来啊？伫咧饭店练到暗时半暝啊2点。你就是哦，平常时要读册，啊考试前一工啊看到无困。哇，足认真诶啊，这是足认真诶。哎，希希，你嘛练习到半暝2点哦？对。哦，哇，你今日敢有足忝诶？有。来，咱做伙来看伊练习的时阵，有啥物古锥的代志发生？你安尼无卫生，拢是水烂。阿爸是咧练习啦，因为阮的挑战已经来啊，10尾10乒乓，安尼你知影安怎做无？我早就咧练习，好无？来，用这，用到遐哦。啊，伤大力啦，伤大！换妈妈，加油！啊，紧，往里！啊！我上着这个上重要物件袂去摕啊啦。你等我一下。就是这。你肯定你会创啥？哦，我嘛足无奈好无？你无看影片内底，就是爱用这种管仔分。还在唱歌。啊，紧来练习啦！分。哇！加油！哦，你真厉害！哦！你在坑在家啦？你是开始有够含慢的。哎，现在好像有。咱即摆来夜车练习咯。但是足困难呢，拢无法度成功呢，要安怎？这个任务不是比啥人较大力，是比啥人较稳定，是比啥人较高分。有信心吗？哦，几分的信心？100%分。真好，我嘛真有信心。水某，等恁翁早幸福咧转来互你哦。安尼我等你的幸福咧哦。爸爸，你伫咧影片内底讲，水某，等我赢幸福咧转来互你，啊，结果你拄仔讲啥挑战？因挑战。你讲错。所以讲我是因的靠山。啊是讲，你迄个影片的时阵，你讲是讲你应该比因搁较厉害。大概笨，大概拢闹失败，拢闹开。啊，不过我有负责甲因啉这管仔的秘鲁啦。对啊，因影片内底，你练习的时阵，迄个管仔是秘鲁，所以你大概练习的时阵拢是酒醉的。无怪拢分袂好。啊，妹，嘻嘻，啊，你看爸爸妈妈遐尼恩爱你，这表情什么意思？啊？因敢有定安尼伫咧面头前？有哦。无啦，爸爸妈妈就是因为足恩爱才会有你啊。你敢有想要爱一个弟弟还是妹妹？妹妹。哦，伊喜欢哦。已经受真久啊，完全无考虑啊，直接甲我讲呢。你敢有这个计划？无。我甲你讲，常常带伊去公园，有足侪妹妹会当陪伊做伙耍的。
那呢就是妈妈甲希希来挑战，啊，爸爸就伫边做烟靠山。对。哦，希望第1名请就位。10杯10乒乓，请开始。比开始啊！走，有90秒时间哦。哇！10杯10乒乓，请开始。比开始啊！走，有90秒时间哦。哇！我可以找到了。哇，厉害！哇，厉害！加油，加油！哇！过来！来，喂，后边，来，爸爸，你成功的就唔免讲抗球啊！哎，哇！过来！哇，这边！哇，差些嘛，剩几秒？慢慢来。哎，最后一个，公羊过关了！哇，一个人小咱一个哦，爸爸妈妈今摆已经对希希这个囡仔足骄傲的，对无？对啊，我刚才成功啊！而且爸爸你叫我妹妹。爸爸讲要做烟靠山，哎，爸爸你到底是咧创啥？我要滚你啊！你看你叫你在那创啥？一平常时就是拢安尼。哦，你足厉害呢！哇耶，跟我就欢喜耶！哇，希希你真牛呢！再来，换观众朋友来摕红包的时间到了，观众朋友10粒乒乓，只要入去3粒，就会当得到红包啊！技能啦！哎，这位弟弟，欢迎来，你好，陈一豪，你看妹妹拄啊遐尼紧就成功啊，你敢有把握会当过关摕红包？我无咧，无，真正无。没啦，对家己较有信心的。试看卖嘛，来拢来啊，对不？加油者！10杯3乒乓，观众朋友挑战，请开始。来，你是无限时间的，啊，不过失败袂当甲球搁捡回来吼。哎，一杯啊！过来，3杯就过关哦。3粒乒乓里面就过关2粒啊！公羊过关嘛！你已经过关啦，过关啦！我一把。哇！恭喜！来，红包会当摕回去。安尼上好的结果啊，大家拢欢喜，大家拢恭迎倒转来啊！哇！看完今日的节目，咱就会当知影，所有的挑战都是要靠规家伙啊做伙和合，才会当完成。不管结局是安怎，这难忘的经验绝对会变成一家人美好的回忆。恁若是想要甲因同款，做伙来创造美好的回忆，紧来就节目顺续甲幸福咧讲转去，大家讲好不好？当然啦，上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准时收看。公羊倒转来，哇！拜拜，辛苦啊，耶！辛苦啊，拜拜。